大家好，歡迎收睇入境處服務動資訊，我係入境事務主任許恒珍，我會為大家介紹喺香港登記結婚嘅手續。婚姻係一對愛侶為對方許下終身承諾，攜手踏入人生嘅新階段。喺香港登記結婚人士嘅最低法定年齡為16歲，而且係不受男女雙方嘅居住地或國籍限制。喺香港舉行婚禮嘅途徑有3個，第一係喺婚姻登記處由婚姻登記官主持；第二係喺特許嘅禮拜場所由合資格嘅神職人員主持；第三係由婚姻監禮人喺香港其他地方主持。選擇喺婚姻登記處或特許禮拜場所結婚嘅人士，雙方或其中一方必須親自前往婚姻登記處向婚姻登記官遞交擬結婚通知書。而選擇由婚姻監禮人主持婚禮嘅人士，則可以透過婚姻監禮人代為遞交擬結婚通知書。根據婚姻條例規定，婚禮應該喺擬結婚通知書於婚姻登記處公開展示滿15日後，及喺遞交通知書後3個月內舉行。登記官可以喺通知書遞交後最少15日簽發婚姻登記官證明書，讓準新人喺通知書嘅3個月有效期內舉行婚禮。如果過咗3個月有效期，該通知書就會作廢。之後如果再想舉行婚禮，就必須要重新遞交擬結婚通知書。以下係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嘅程序。擬結婚人士可以透過熒幕上顯示嘅互聯網網址或電話預約系統，致電31023883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系統提供24小時免費預約服務，預約名額先到先得。而結婚人士如果打算喺中環大會堂婚姻登記處或紅棉道婚姻登記處舉行婚禮，就必須要到金鐘道政府合署嘅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如果打算喺其他婚姻登記處舉行婚禮，就應該到相關嘅婚姻登記處遞交擬結婚通知書。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嘅費用為港幣305元。成功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嘅人士，擬結婚雙方或最少其中一方必須按照預約系統指示嘅日期同時間，親自前往指定嘅婚姻登記處遞交通知書。屆時並須出示擬結婚雙方嘅香港身份證或有效旅行證件，填寫婚姻登記所需資料表格 MR21B， 提供熒幕上顯示嘅個人資料，以及證明你婚姻狀況嘅有關文件，以供婚姻登記處職員擬備及印製通知書。你可以到熒幕上顯示嘅互聯網網址去參閱婚姻登記所需文件嘅清單。請注意，如果選擇喺婚姻登記處舉行婚禮，婚禮嘅日期同時間會喺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當日，視乎婚姻登記處尚餘可供選擇嘅名額而定。喺婚姻登記處舉行婚禮，如果喺辦公時間星期1至5及星期6上午舉行，收費為港幣715元；如果喺非辦公時間星期6下午或星期日舉行，收費為港幣1935元。收費會喺舉行婚禮當日繳付。最後，舉行婚禮儀式嘅時候，結婚雙方必須帶同2名見證人喺結婚證書上簽署。結婚證書一式2份，正本會喺婚禮結束後交予結婚雙方，而副本則會由婚姻登記處存檔。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喺香港登記結婚嘅手續，歡迎隨時瀏覽熒幕上顯示嘅入境事務處網址。